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关心天气的状况。今仔日继续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全台湾的温度下降。透早上低温12度，啊到这个礼拜六拢是这款寒寒冷冷的天气。部分的地区会因为辐射冷却的效应，低温可能会下降到剩10度。气象局讲，冷气团今仔日到位，北部甲东半部有落蓝山雨，到明仔载日时，温度就会豆豆啊回转来。啊，那中南部的乡亲都要注意，这个日夜温差是超过10度。啊，那这波冷气团是属于大冷落雪的几率无大。啊，那迄个风台是为日本去咯，对台湾无影响。赶紧甲外套掀出来穿，因为冷气团落南，全台变寒，估计低温干那12度。宜兰的太平山甚至降到干那0度的低温。过来讲的话，其实是属于比较干冷的情况，所以整个大概除了大台北地区、东半部地区云量稍微多一点之外，其实中南部的话都有见到阳光的一个情况。那水汽的状况在明天来讲会逐渐的减少，所以整个水汽的话减少的状况来讲的话，其实对于高山来讲的话，降雪的几率并不高。气象局表示，这波水汽无够，所以高山落雪几率无悬。拜三北部13到17度，中部14到22度，南部16到25度，东部16到19度。拜四全台低温，干那剩12度，拜五同款寒。拜六开始气温才会落较低，北部高温会使来到20度以上，中南部25度，东部嘛有22度。这是在整个西半部地区的话，有机会出现大概接近10到11度左右的一个低温。不过这种范围通常是一个比较小范围的一个低温的状况，大部分地区的低温大概是整个西半部地区大概是介于12到14度左右。落雪部分过到了后，就会较回，到时阵全台湾拢会是大冷的天气形态。未来1礼拜拢会是真寒的低温，嘛要提醒大家出外，要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，爱先好烧。